松，朋友，我投降。没时间和你废话，告诉我，快！哎呀，这多么悦耳的枪声啊！没想到啊，兄弟，你也不是什么好鸟，连自己的兄弟都能杀。不过，我喜欢。密码多少？再他妈废话，我杀了你！别急，箱子我给你开，但是要看你能不能放我一条生路了。给我一个理由。开箱子还不够啊？好，我把我在开普曼群岛银行的钱全都给你。多少？10亿美金。成交。先把钱给我打开。豪爽！我在银行的账户是钱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进去！分工终于找到你了，看来还是我赢了。别废话，要杀就杀，开枪吧。用枪那多么无趣！那你就等着死在我的刀下吧！看来比你让两个死去的要厉害啊！闭嘴！我现在要杀了你，替他们报仇！
汉奸，他为了救我被杀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此刻队长有问题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到底是为了钱，还是权力？钱，权力，你太小看我了，刺客。我得了绝症，我不想死，我只是想活下去。这个箱子是我唯一的希望，你别拦着我！为了活下去，曾经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面对再大的危险，连死都不会眨眼睛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为了活下去，我们当初加入狼群的那一天，早就已经把生死忘在了一边，你忘记了吗？死在战场上算什么？我可以为你们任何一个人去挡枪，为你们任何人去死。但你能体会到那种被病魔慢慢侵蚀你身体的感觉吗？那种感觉，你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，你就会很明显能感觉到自己身体机能在急速的下降。此刻我问你，这个来说对我意味着什么？我现在连他我都快拿不稳了。但你为了活下去，就愿意把自己的兄弟推上地狱，推向。我承认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兄弟们，我不配当你们队长。四哥，给兄弟一痛快吧，来吧！我这辈子欠你们的，下辈子我一定还。队长！